一直好想拍條 vlog 記錄下我湊狗嘅一日，因為多多有焦慮症同埋佢行唔到，我盡量都會喺屋企唔喐，所以我個肚由咁變成咁。不過皇天不負有心人，我終於揾到個方法解決我呢個半肚啦。想知就繼續睇落去啦，去片。朝早起身例行抱佢去花園大小便，到下晝我都因為陪住佢，盡量坐低唔喐，有時幫佢按摩啊，餵下佢飲水飲，直到夜晚老公返嚟，我哋就出去食飯。返到嚟夜晚又繼續照顧佢，整下晚餐，帶佢去廁所，然後就一齊瞓啦。喂，睇咗我日唔係坐就係食，係咪覺得我都應該有半肚先？就係因為我有 Natural Fighter 消脂瘦身益生菌，佢幫我喺有入冇出嘅情況之下 keep 住唔肚脹。因為佢有8種瘦身益生菌，24小時無間斷消脂，只要配合埋均衡飲食同埋多啲飲水，就可以消腰腩不反彈。連續食咗21日，感覺自己全身輕盈咗，而家連個腰線都變返去以前嘅體態。Natural Fighter 而家做緊 Natural 春夏修身季，全線產品喺萬寧做緊限時買3送1優惠，指定推廣店仲有額外優惠添啊！快啲去買啦！